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今天我哋將會教你點樣為 iMac 27寸更換硬碟，提升你嘅電腦性能。首先，確保你手頭上有合適嘅工具，包括螺絲刀、撬棒同埋靜電防護手套。接住，我哋會開始拆解機殼。首先，關掉 iMac， 拔走所有電源線，確保安全。用螺絲刀拆去底部嘅螺絲，小心翼翼地撬開機殼，注意唔好損壞到內部零件。打開機殼後，你會見到硬碟位於左側。小心拆去固定硬碟嘅螺絲，然後慢慢拔出硬碟。記得保持靜電防護，避免損壞新硬碟。將新硬碟放入，同樣用螺絲固定好。接着就可以重新裝好機殼，確保所有螺絲都緊固，然後將電源線重新插回去。開啟 iMac， 檢查新硬碟是否正常運作。如果你唔知道點樣安裝操作系統，可以考慮尋求專業人員協助。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